今年过年有几10万名信众会到北港武德宫，除了行村拜财神以外，上要紧的就是求财神爷的钱母小红包。武德宫今年拍算要发放15万份，见证仪式真闹热。甲全部顺金的钱母平均找拍线，等待好运的民众来抽到。但年咱人过年拢会有真侪民众来到北港武德宫求财神爷的钱母小红包。今年武德宫嘛传15万份的钱母要来互民众摕。幸运的人就会当吼，伫这100箱内底吼，你就有当摕到我们这钱母金币吼。比方讲，今年传300份顺金的钱母，一份有2块金币，分别印财神爷和好爷，信徒会当透过点保财库和添油香来摕到。我们一样在农历新春准备了这个15万份的这个钱母来供信众索取。摕到顺金钱母的机会，大约是500分之一。欢迎民众会当来武德宫拜拜行春，顺耍气家手气。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